无对，政治是美久的手头，但是咱袂用凭这点，就认为人是美久杀的。无定着内面有啥物内情，咱也唔知影啦。伊即马这么冲动，都出卖美久，将来你会后悔啦你！你是个兄弟，你当然嘛安尼暗号伊。我跟你讲，我做就做，我无啥物好后悔。阿母啦，廖嫂，阿婉，你减讲两句啊？不是我。袂咧，我免互美久，安尼互日本人掠去，我一定要来给救回来，一定要来给救回来。廖嫂，你免着急，我会想办法把美久带出来。你暗杀苏主任迄件代志，赞。不过用这人杀互美久，就是较加来了，这点我介欣赏。来，干一杯啊！我的任务已经完成啦。要完成一件任务，你就去传迄查某囝，去日本团圆。来聊天钉。先怎？先怎爱我去抬聊天钉？我操！我已经做2件案件，我到即摆聊天钉已经开始怀疑我。你叫我去抬伊，哪有遐简单啊？无为什么？因为你的任务就是听我的命令，叫你抬相，你要抬相。杜莎，英文配合无啊，我已经找到倒。控制我已经消灭，历史书记我就甲抬啊！哈，莫讲啊！聊天钉已经无啥物利用的价值，我害你将伊抬死，你莫找你等一工已经等真久啊！聊天钉啥物时阵死？就是你甲因查某囝团圆的时阵。来，你聊天钉的事，咱干一杯。为恁查某囝的幸福干一杯。阿爸。天顶，你糟蹋我，戏弄我，吊在树头顶。你厝的人，你牵石头，配水我，拢是你害的。咱一讲，一口气我一定要吐出来。我卡三规欠你太多太多，为着你，我卡三必须要做一件不仁不义的代志。我袂用聊天顶来怀疑我必须要先救美国出来，互聊天顶对我有信心，我才有机会通下手。起来！多谢吼，多谢即个你甲我报出来，啊若无我玫瑰啊，即个阮死无活，多谢你啦。免甲我客气。玫瑰，对，对，是你无固定吼，你甲我报出来，伫咧警察所内底吼，等刑看我保证哦，警察肯甲我放出来呢。多谢。免甲我说多谢，我是信任玫瑰的做人，我不爱互伊受到冤枉。多谢啦，有你这话吼，我足欢喜的啦。其实用伫爱开吼，根本就无算啥。我上唔甘愿了，就是我根本就唔是阿母来讲迄种人啊。玫瑰啊，这我拢了解，只是咱即马吼无迄个证据证明人是你杀的，敢毋是呢？好啦，代志已经发生啊啦，
即马怨谈嘛无路用，上重要就是找到证据，把凶手抓出来。安尼啦，来去我遐，我准备猪脚面线，甲咪姑的过问。足歹势，多谢啦。你嘛吃较慢，我去计着啊。袂啦，李王姐，多谢你的猪脚，无大，行咱来走。小想一下办法，无转去吼，甲阮也有影阁冤起来啦。阮是袂啦，虽然伊走去警察局吼，报讲我杀人吼，我心内起码是足歹，但是误会嘛是总爱讲我清楚啊。你甲想看觅，我若真正无转去，伊就是讲这件代志真正是我做的，到时阵啊，我跳到潭水河内再洗哦，我嘛洗袂清。六嫂，咪姑的讲安尼嘛是对啦。咪姑，小等者。即马上着啊！大你要讲啥？你要讲啥？我知啦。我就是无爱互你甲阿阮也阁冤起来啦。咪姑，啊，我只有一双关搭，你摕转去阿母。查某囡仔若看到有礼物，伊的性地就袂遐大，就袂甲你冤家。关搭，哇，这个关搭阁遮尔啊悬，阿母若无啥好穿关搭呢。我你厝内起噗噗，起噗噗，吵死人啊！为着要洗清你的误会，你会较忍耐啊。金红呀，金红呀！好啦好啦，多谢你啊。来，行。哦，咪姑等。啊？你先转去，我甲林姑娘阁有话要讲。哦，无好啊，恁两小讲者，我先走，免关系，来去啊。啊，唔通阁冤咱俩。知啦。林姑娘，你敢有啥物心事对无？也是你较了解我，六嫂。你今仔日起，我可能永远都袂当搁再看到你。你是讲你要等去日本？是，我是应该等来日本的时阵啊。是啦，囡仔总是需要一个老母伫身躯边。来，咱要分开啊！好好来恁两位。差不多。陪我等笑文文，窈窕含泪等清君。无乱水，无乱开。想起思像云，愿选起思像云。在这款的时代。
真侪无奈的代志，也有真侪无奈的人，敢是？其实，你会当转去日本跟你查某囝团圆，这是一件真快乐的代志，你应该欢喜才对啊！来，我敬。讲实在，我是替你查某囝你欢喜。每一个囡仔有时大人伫边仔照顾，实在是真幸福。干杯！来，飘飘，你啉酒醉了你，这这了，六叔，这是咱斗阵最后的一天，我要将我所有的一切拢给你。啊，这是我一生中上好的记忆。奇怪，我今日酒也无啉几杯啊，那安尼，太够够狂的，哇，酒量是有够差的啦，我，为着你，我甲桑不得不安尼做。
林峰，我交代你办的代志，你办了3款。你交代任务，我已经完成啊。我查某囝咧，敢有影？一个爱甲遮尔深的人，你敢抬落手？唔相信？你用派人去查？真好，我会派人去了解。我查某囝咧，我查某囝咧。查某囝的代志，等我的人转来回报了，才搁讲。啊？你安尼是啥物意思？你这里袂信任我？你所交代的任务，我无甲一项较漏交去。我太死遐尔多人，你到底是我爱我安怎？你才会甘愿？林峰，我只不过甲你试探一下，你就对我大细声，安尼你要安怎成为一位优秀的杀手？试探？这位是啥物时阵啊？你还搁咧试探我？我要定我查某囝，查某囝创啥害我？查某囝已经送走。你把我查某囝送去倒位？你哪会安尼处置我？你让我查某囝威胁我，控制我，一摆一摆安尼欺骗我。你敢是人？林峰啊，林峰，林峰啊，林峰，你安尼对待你的同事是无好的代志哦。反背政府下条，你上清楚。输出去，就是你上好的一面镜。这个教训你无学着哦，可惜可惜。我确实对不起你，我确实袂当搁再保护你，我确实对不起你。等下，你死之前把所有代志交代清楚。是你无死。我早就怀疑你啊，不过你袂记，我是玉兰花，我上内行的就是打扮形象。你做一个杀手，犯一个上大的错误，就是无看清楚暗杀的对象就走。刚才你无死，刚才你无死。起来，我问你，你是安怎要害我？你是安怎要害我？苏书记嘛是你害死的，所谓控制的东西嘛是你害死的，对吧？你讲啊！你讲啊！你免问我为什么？我的心里罪过，要杀要剐输在你。你上海是直接把我拍死。你死也较简单，害死遐尔侪人，就算我你有10条命嘛无够赔啦。只是你死之前，把所有代志甲我讲清楚。我是一个冷血无情的人，我死无可惜，我难想着我的查某囝
我早都无活在这个世界。你为着你的查某囝，老爷害死遐尔多人，老爷对朋友安尼不忠不义心。我是一个冷酷无情的杀手，你要求杀手爱有忠有义，杀手若有忠有义，我的查某囝也袂叫掠去做人质。你讲啥？你查某囝互掠去做人质，啥物人给掠去？我的顶是烧金土三郎。烧金土三郎，烧金土三郎，烧金土三郎，你这个笨手！我当初饶你一命，现在你不知好歹，竟然比以前更较卑鄙，更较无品，竟然掠一个囡仔去做人质！烧金土三郎，已经不是较早的烧金土三郎，你是台湾总督府专款受命，要掠你玉兰花专案的负责人。好，你的查某囝是无辜的，不管怎样，我负责把你的查某囝收回来。你过去所做的代志，负责到底。多谢你，多谢你肯甲我斗相共。可是我的查某囝，若是平安无代志，我都无啥物看了。我所做的一切，我用我的性命来谢罪。会用的，你讲的到做会到。会，我做会到，我绝对做会到。多谢。我看你要赶紧离开这，这小金头三郎随时会来抓你。是我家己做得来的，我来甲因解决。红姐，来，你出啥啦？坐。阿贤啊，阿伯，我对不起你，对不起美姑的，对不起所有的人。红姐，你是讲啥？抗日同志是我抬的，苏主器是我抬的，美姑手来情是我好的，警察是我叫的，所有代志拢是我做。你讲苏苏去，是你抬死的？这边哪有可能？啊！我想讲你若好心好地保我出来，搁肯收留我，你毋是咧救我，你是咧害我，我真后你害死毋知。
对不起你，我抬死你的面孔，我破坏你一生的幸福。我唔敢望你的原谅我，杨哥，我不应该以误会面骨的破坏你的感情。你谁人要安做？你这歹心肝的查某，你哪这么恶毒？你害死人，来侮辱我面骨的，你比魔神还较恐怖呢！阮跪下骹，甲你当作甲咱贵宾的，对你遐尔好，遐尔真心的对待你，你谁人要欺骗阮？你安尼害阮，你安尼害阮，你若要去死，你若要去死，去死啊！你若无我一刀甲你害死！害死人要赔命，为了这种代志，让我来就好啊！绝对不要你死，绝对不要你死！明哥，你会这么生气，这么愤慨，甚至想要个台词来替叔叔去报仇，其实我拢会当了解。但是恁姑娘，伊嘛有伊的悲哀，和伊的痛苦伫的，是毋是会当我来替伊讲几句话？这要看你无死，我活跳跳在遐唱秋，可死贱人，敢甲我创治！而且林峰甲廖添丁两个人行做伙，那个真好的款。白狗！算你凶，算你凶！我免受气，免甲迄贱人受气。大贼，咱怎变怎？搁是甲我打出去，用伊的命来换伊查某囝，我相信林峰袂伫伊查某囝的性命。嗨！伊的查某囝的命就是命，别人的命就毋是命。阿爸，我嘛毋是认为讲恁蒙姑娘安尼就用个脱罪，我是要甲你考劝，要甲你心肝放较开的，安尼你嘛较袂遐痛苦啊。而且你搁想看觅，伊搁有一个可怜查某囝，伫小金涂三郎的手头伫做肉店，一个做老母的心情，你嘛小可体会一下。阿妹，我对不起你，杨哥，我绝对不是一个惊死的人，我会为我所做的一切付出代价，请你来相信我。对，我头家落时阵，看大哥是，我要抓伊啦。啊，你搁写讲，伊若是要救因查某囝，明仔载中昼，叫伊家己亲身去担水海边换因查某囝。伊若是想我去，有替因查某囝收尸啦。
在。廖天丁果然好目色，但是不管你外巧，嘛无比恁爸较巧。你知影这什么所在无？这就是当初时阮大的小金桃太郎，假扮当水的好野人引蛇出洞，设计恁大的廖天凤。恁大廖天凤为刚开始，无法度搁做摇人话啊！今仔日我小金桃山龙。一招叫做借刀杀人，是上果断的手段。廖天丁，你无拍一个波啊，我鼓励者。哈哈哈哈哈！林峰，你不忍心害廖天丁，我土沙龙同款有本事，利用你，演出来杀死。你甲我查囝放开！你才5岁囡仔尔，你啥物都唔捌，你是要甲囝牺牲？是我反背你，该死的是我，你找我！我求你，你甲我查囝放开！我求你，你爱我安怎拢不要紧！我求你！哈哈哈哈！你会来求我？那足爽的呢！啊，不过，你这贱人，你命有够贱的哦！我都消除我心内怨恨。小金桃山龙，凭着本事，本来是无想要插你，是你用这种卑鄙的手段对付一个5岁囡仔，你是来真该死哦你！哈哈哈哈！啥生死啊，我唔知咧。来啊，你是要救这可怜的查某囡仔？你来试看卖啊！阿芬的口袋内底全是火药，凊彩人若动着，会引起大爆炸。阿芬的死，这是完全的责任哦。好三郎，你等下解决。林峰，你命根本就无值钱，我叫你的查某囝用廖天丁的命来换。啊，唔准叫因开枪！啊，另外我就换你的查某囝转来。开枪啊！你若开了，查某囝就是你的啊！哈哈哈哈！老三，你太暴躁了！
课上就回来，我课上来买足多黑人药给你，好不好？我不要，我没有零用，我没有课上啊！也乖乖，阿爷去我课上讲，安尼才有人疼你，才有人惜你。 知无？你知无？人家，我较早个查某囝袂去哭咧。你会乖乖。 我刚才不是不爱听你，我刚才不是不爱听你。我刚才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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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刚才。 我找我结婚，拜托你，我感恩不尽。你想到要安尼做？这个囡仔真可怜，需要老母去照顾，嘛需要老母陪伊大汉。这个世间，无人会当代替一个老母对囡仔的。这边小，等阿芬啊，这个囡仔大汉，我才甲你算。你紧早啦，带阿芬吼，
去一个平安会当成长的所在。凤姊，赶紧把阿公抱起来啦！吼，起来啦！阿公，紧甲阿姨甲阿姐说多谢。阿公阿姨，多谢。点点阿姐，多谢。米姑阿姐，多谢。阿文，哎呦，哎，祝寿你，祝寿你啊！林凤就那安尼退出江湖，隐姓埋名，陪伴着伊的查某囝大汉。后来，伊的行踪就无人阁知影了。小金土三郎幸运的躲过一劫，但是因为伊掠廖添丁的任务完全失败，日本警部将伊连降3级，调去台南府城的沙卡里巴做巡查。1个月后，阿满离开廖添丁甲咪姑，去西里找虎标师学武艺，日后走跳江湖，拍出伊的名号。廖添丁甲咪姑兄弟一条心，继续因行劫仗义、救苦救难的生活。